係啦，我而家呢就喺灣仔道近天樂里嘅位置，時間就係早上9點半鐘。嗱，前面呢間咖啡店呢，就喺2013年曾經成交過3263萬。間鋪嘅門面呢，大概有28尺。另外佢隔離呢，有間洗衣王國，呢間鋪呢，就喺2013年成交過1655萬。門面大概有9尺闊。現時兩間鋪合共收緊就51000蚊租金。而家呢，佢兩間鋪一次過賣晒俾你，價錢呢，只係2013年嘅3折都唔使啊！想攞詳細嘅資料呢，就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係 Gary Tom。